大家好，我係 2B 班黃少宏，今天要同大家分享一則來自南韓嘅新聞。呢項政策不但引起全國關注，也呼應了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。南韓國會喺今年8月份通過咗一項新法案，從2026年3月開始，全國嘅小學、中學、高中學生在課堂上都不能使用手機。這項法案嘅目的係希望改善學生嘅學習環境，減少他們對社交群體嘅依賴，並且保護青少年嘅心理健康。根據南韓教育部嘅調查，有37% 嘅學生表示社交媒體已經影響到他們日常生活，甚至有22% 嘅學生話，如果不能使用社交平台，會感到焦慮。這些數據讓政府非常擔心，因為青少年長時間使用手機，不但影響睡眠，還可能造成注意力不集中、情緒不穩定。法案嘅發言人之一話：我們的孩子每天早上眼睛都好紅的，因為他們玩手機玩到凌晨2-3點，這樣嘅情況真是令人擔憂。這項法案也參考了世界衛生組織嘅建議，世衛曾表示學校應該限制學生在校園內使用電子設備，並且加強資訊素養教育，教導學生如何健康嘅使用科技。南韓這次立法正好回應了全球性嘅呼籲。不過，這項禁令也引起一些爭議。有些學生認為禁止上堂使用手機沒有太大作用，因為他們仍可以喺通勤或者瞓覺之前使用手機。有些人權團體也認為應該教導學生如何正確使用手機，而不是一味禁止。南韓教育部表示，這項法案不只是禁止，更是一場教育改革。他們未來會推出資訊素養健康課程，教導學生如何管理網絡時間，辨識網絡資訊真偽，甚至是如何應對網絡霸凌。南韓並不是唯一這樣做嘅國家，例如荷蘭、澳洲、法國都有類似嘅政策。研究顯示，手機禁令有助提升學生嘅專注力和課堂參與度。這項法案通過，代表南韓在數位教育政策上邁出重要嘅一步，也讓我們思考，在科技越嚟越普及嘅時代，如何幫助青少年建立健康嘅使用習慣，都是每個國家都需要面臨嘅課題。今集節目到此為止，讓我哋下集再見。